来继续来看是这个南投县的立委，这个柯淑华，伊邀请到交通部长王国材下乡来考察，希望伊当来提升到日月潭甲南投县观光区的旅游的品质。 交通部长王国材和立法委员柯淑华，还有南投县长林明珍官员做坐船巡潭区的景点和公共设备，也设立一个游客中心，让更多的民众在这里售票的时候有一个统一的票口。包括日月潭码头修理的工程、以打扫停车场立体化工程，还有电动船奖励补助、准票电子化，和推动日月潭观光的议题。交通部长答应到3港来推测日月潭的观光。 那我们希望在整个日月潭的这些整个朝向一个更低碳更符合生态的这样的一个旅游。这摆立法委员柯淑华邀请交通部长王国材来考察，提升日月潭和南投县观光的旅游品质。南投县长林明珍也感谢中央的支持。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轩。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